喂，啥？人客啊，今仔日咱这老早，我还没开始呢，小姐都来会总了呢。哦，无啦，无要紧啦。我是想要请问因为贵小姐来会，若来吼，麻烦你请伊出来。歹势啦，年纪已经无大，嘛离开家。无大。系啊，听讲嘛搬厝啊，我嘛唔知是安怎呢。搬厝哦？啊，敢唔知影搬去倒？唔知，歹势啊。多谢，多谢。咩？无大，哪遮尔拄啊好？莲花不敌气象，伊嘛搬走啊？敢会莲花甲伊相带走？我嘛是安尼咧想啦。这个莲花实在太不应该啊！母一工遮尔大坎，今日遮尔无担当，找我带做伊走。因两个若是想讲安尼相带走，我就会接受因的婚姻。你是咧迷茫啊！好啊，莫卡啦。当做无这个后生啊！妹妹，啊你哪一个人伫遮咧哭啊？我被打去，我被打去。好啦好啦，你莫哭，你莫哭。啊你是不是毋知人长心？无安尼啦，你老公恁兜住倒？啊，你叫啥物名啊？我叫妹妹。美惠，美惠，你莫惊。啊无安尼啊，啊一撮你豆豆找。你若是有看到熟悉咯，你先甲我讲，好不好？好。妹妹，啊你是安怎？我开这窗呢。来，叔给你抱。爸爸都要。然后你吃，好。今仔有出去无？今仔嘞啊！无去无去啊！那想哪样？你会帮我去啊？啊！妹妹，美惠，你敢会记这条咯？哈，敢是这条？美惠，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，歹势啊！因为这个妹妹哦，伊毋知影路通转去，啊，我带伊咧找路，找到伊煞总困去，所以今日请你斗相共者，找到因兜伫倒。哦，啊，毋过我即马代志要来办呢，啊，无安尼好啊啦，派出所伫头前无远的所在，你直接甲跑过，我以后同事会帮你处理哦。多谢，多谢。
哎，你想啊，你来行我。你出！我甲想要问你是啥个？光头病你搭只手囡仔？我这边问你咧，放手啦！你啥？哎，你来走！阿姐呐，我对你无客气哦。你啥？我想做爱个囡仔互你。听我！你啥？猪头子啊！我们逃跑！快点！叶松啊，警察先生，你来后多好。这个人要拐囡仔去卖，紧也抓起来啦。是你哦。警察先生，你第一替我做，我要逃跑囡仔。啊，你人误会啊！这囡仔确实这先生捡到的啦，拄才伊向我报案啦。我拄好代志爱办，我请伊直接跑去报出所，这我通替伊作证。文书你来，美惠，啊你若无较早甲阿姐讲的啦。美惠，领导人已经找到，叔叔就放心啊。以后千万唔通甲乌白乱走。若是真正去拄着歹人，安尼就唔好啊，知无？歹势啊，先生，你救我的查某囝，阮搁甲你拍到安尼，你的伤敢有要紧？赶快去看医生哈。袂啦，袂，歹势咧。实在是足歹势啦，是我想过匆忙啦。算我衰。我摕啦。算你哦，行好运啦，拄着好心人啦。先生，多谢你呢。人家来哦，来吃面哦。人家来哦。来罐头，总共加罐头。5块。多谢了。喂，跟你个吃碗面啊！大佬，我马上过来啊！好来了。哎，松条。我来，有咁么快呢？来这边这边这，来来来。来罐头，总共加罐头。啊，这，你有要紧无？歹势。来食面哦，哎。大家来一碗切仔面。哦，要坐要坐。啥呀？我打3下过来啦。你可能袂认得我，较早我定定载你到玫瑰小姐啊，你特别让我这步，我一直真感谢你，你晓呀？来，OK，两碗切仔面，2条卤卵。好，阿姐啦。唔免啦。来啦，我请你啊，来，来这。
什么？多谢。烧烧，所以。李少爷，你惊玫瑰的代志吼，所有伫咧创业学校排班的3年才拢知影。这个菜店查某吼，逐工人来客去，迎新送旧上无情啊！你还阁少年，管伊也放学袂记的，好好过日子。我嘛就是要重新做人，可我都无面通转去，可要讨他。你我就去弄问题啊！我够等死。啊，你会使去码头做ကူ理啊！这件若肯做吼，免惊无饭通食。天顶的星闪闪烁。看起来是真简单的头路。哎，我来啉茶者。歹势啊，这问题我想要应征头路会找啥？留因头路。你对我来。多谢。中爷，中爷，这边因头路的啦。是你哦。这你拄啊好，你应征哦。是啊，我著听人讲，做古理免什么条件。是啦，只要有亏了，我会紧上就用的啦。我到无？会啦。咱来考试，我先做你看。我是大高。去干嘛？要干嘛？哎，抖音啊！你做来了解，我替先生恁失败，今日开上班。当工领钱啊，若做无一工，都无钱通领，有了解吼？多谢。来。中爷，一个月光无法哩啊！你啥咧放水就过啦？进前米花走放进去的，就是找到米花的。这个真济两行啊，无要紧啦，会当做偌久，歹家己。谢谢。